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画面。这是国军半年一届将官升官典礼下早上场，这届升的将官拢总干19个，其中6个升中将，13个升小将，是国军升将官人数上少的一届。总统蔡英文伊本身嘛是三军统帅，亲身来到现场讲话，恭贺拄上任的将官。现场上新的情形，连线记者肖炳仪来带咱了解。炳仪。 在三军军官俱乐部呢举行了半年一度的这个将官继任典礼，总统蔡英文呢亲自出席，他也勉励也恭贺这些继任的这个将官们，他也特别提到，现在目前呢中国大陆呢不断的对我们文攻武吓，那么不断的打压之下呢，对于在整个区域安全上呢也破坏了整个和平，那么期盼这一些继任的将官们能够保家卫国。带您听一下他手走的致辞内容。近年来中共透过外交手段、军事威胁、政治渗透等各种方式影响台湾，企图冲击台海稳定的现状，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。面对中共军事的挑衅恫吓，政府必将更坚定地为保护中华民国主权而努力，为稳定台海及区域和平而奋斗。和平必须靠国防，国防必须靠各位。好，现在面对中国军事的渗透，那么冲击整个台海的稳定的一个现状，那么也造成这周边的国家呢也开始紧张。那么呢，总统呢以三军统帅的身份，他也说期盼这些继任的将官们能够保卫国家，那么希望呢台湾是一个区域和平的一个稳定者。那他也说，面对两岸的情势，台湾不会妥协让步或者是委曲求全，来确保这主权的完整。以上现场最新，再把时间交还棚内。